搁一遍来到主的面前，三角来敬拜伊。即几工伫看新闻哦，韩国、日本哦，拢落雪落甲咧变叫吼。咱遮天气实在是真好啦吼。过去的一礼拜，咱会感觉讲，周间拢伫落雨，吼大概若到礼拜日到的时，我毋知影郑牧师有特别出来无吼？到礼拜日到的时，天气就好了，吼咱今要拼扫，天气嘛真好，吼所以咱真感谢主，互咱无阻碍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咱礼拜以前，咱先来做一个祈祷，咱请牧师来带咱祈祷。好，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你保守阮出入有平安。虽然天气咧变化，总是你的话语伫阮的心内烧热阮的心，互阮会当伫你的平安内面得到满足的喜乐。即时叫阮来到你的圣殿，同心自责来朝见你。愿主将阮的心拍开，互信心来引带阮，透过今仔日阮的诗歌、阮的学乐、阮的领受你的话语，以及传道所传讲的信息，帮助阮搁一届来领受你的祝福。愿主你的恩典教阮用，阮将家己仰望伫主你的手，愿主亲身引带阮，互阮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愿将今仔日礼拜自头到尾仰望伫你的手，愿主亲身引带，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刘弟兄姐平安，这是咱来团练今仔日的诗歌。第一首诗歌，新生诗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这首诗歌的歌名吼，是为咱这首诗的第一句，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伫咱教会有一本上主甲咱唱新歌的一本册。这本册伊的内容主要就是将咱目前即使用的一本新生诗内面所有每首诗歌每一个作曲者、作词者将因的资料收集伫一本册内面资料非常的丰富根据这本册的记载介绍，咱今仔日所唱的这首诗歌，伊的华语歌名叫做《万国万人关键时刻》。万国万人关键时刻，作者是美国的诗人、评论家以及外交家 James Russell Lowell。Lowell 先生写这首诗歌的背景主要2点：第一，伊反对美墨战争，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第二，伊反对奴隶制度啦美国甲墨西哥伫1846年到1848年有战争，是安怎发生战争？主要就是即摆德州德克萨斯州。当时是属于墨西哥的领土，毋拄德州伊要独立，要加入美国，墨西哥就当然伊无同意，所以因两边发生战争。罗尔先生认为讲用透过战争的方式来扩张领土是伊感觉这毋是真好的毋好的解决方式啦就那亲像一阵美国要来。买这个格陵兰甲欧洲的国家底下有争论共款。第二点就是因为德州当时也是赞成继续维持黑人来做奴隶的这个制度，这个国家这个州啦所以罗威尔一直都针对这件代志，伊来写一篇真长的这种文章。咱今仔日这首诗歌是对伊内底一部分摕出来写做一首诗歌，来写一个罗伟先生伊想要透过这首诗歌来鼓励世间人，提醒世间人讲，虽然这个世代邪恶猖獗，毋拄邪恶永远袂当赢过正义，上帝才是迄个永远的掌权者，提醒咱一件代志，伊嘛提醒讲，伫要紧的时刻、关键的时阵，做出这种选择，做出的选择、选择真重要。
吼，而且是正确的选择是真重要。毋拄咱要安怎知影讲咱所做迄种决定是毋是正确，迄就需要咱每一日常常甲主耶稣来亲近，咱依照主耶稣所教导咱的真理来做决定。好，这是咱来唱今日第一首歌，万国万人拢一摆，咱来唱第一集、第二集。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这首歌啊，苏格兰的牧师Norman MacLeod 所写的诗歌。1812年出生于苏格兰，1838年红木伊做过维多利亚女皇皇家教堂的牧师，也做过苏格兰教会大会的主席。是恁透过首诗歌要来鼓励咱所有的基督徒，咱都是亲像主耶稣所领出来一队军队同款，伫咱向前行的过程当中，咱会经过黑暗，嘛受到这世界名利的威胁。毋拄主耶稣基督永远伫咱的头前咧带路，咱来专心来军队，勇敢来向前行。好，咱来唱第一集、第二集。我。
那你那边曲为点上休息歌。第3首诗歌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还有21天，我们就要过农历年了。在春节期间，我们会看到各地的庙宇有许多的人会去烧香拜拜，向他们的神明膜拜，祈求在新的这一年当中有各种的福气、财富、健康、阖家平安等等。而身为基督徒，当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深信耶稣，也愿意一生都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这一生最大的福气了。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箴言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人性。
所有求救上主的人，伊甲因亲近，伊亲近心是求救伊的人，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各位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请咱做伙来吟新信诗552首，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地保护。星在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请起立，来唱全首。请坐。咱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亚多林来受苦，顶14日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公同神，
广东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61篇，启应文61篇。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电着物靠伊来连接结合。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上主，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向你感谢，因为你的恩典保守阮。互阮得到平安。你是良善的源头，是性命、智慧甲喜乐的主。为着救赎阮的恩典，阮向你献上感谢。主啊，阮也承认阮的软弱甲无完全，阮常常照家己的私欲行，阮的心容易骄傲，容易烦恼。也容易埋怨，无记个听你甲听人的诫命，求你赦免阮的罪，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洗清阮，无互罪捆绑，互阮无因为试探来跋倒。求你保守阮的骹步，也得着圆梦。即时，阮也为着教会青少年来祈祷。主啊，你知影阮面对生活的压力，求你互阮伫求学、工作、人际关系得到你的保守甲引带。求你互阮会当爱慕真理，彼此帮赞，伫基督内面成长，见证你的恩光。最后，阮也为着阮的国家来祈求，求你赐下和平、公义、甲智慧，互阮的国家掌权者，互伊行公平、好人民。求你保守阮的家庭甲后代，互真理甲仁爱伫即块土地兴旺。求你纪念病痛的。受苦的、无外靠的，互你的医治、安慰、人命的恩典临到因。以上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的经文记载伫诗篇120篇，诗篇120篇。像鸡仔的诗，我伫袂记中求叫耶和华，伊就应我。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白菜的喙唇，甲鬼诈的子啊！主要互你什么啊？要用什么加添互你啊？就是勇猛的人的内志，甲路顶菜的力拓。我真惨啊！跣骹伫米舍，徛起伫基达遐个布棚中间。我甲遐个万分和平的人，久久相甲徛起。我爱和平，总是我开喙，因就要真节。即马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因要献的诗歌是主，互我安静，主，互我安静。
今日咱请李传道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悔改背向世界，面向上帝。悔改背向世界，面向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即个早时来听上帝的话，嘛透过今仔日的讲道，希望会当透过圣神来咱每一个人来讲话。伫讲道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看即个相片。非常感谢大家做伙完成即个真古锥的活动啦吼。但是即个活动其实还未结束，阁有续集。等下呢，团队想要邀请大家，恁倒去看，伫你的迄个图，你的迄个自画像边仔的人，你敢有熟悉？你来看卖即个组一个圆圈哦，你来看，你敢有熟悉？你敢有无熟悉的人？我希望嘛鼓励大家伫今年新的一档内底，你会当先去认捌伫你身躯边遮你无熟悉的人，然后你会当关心伊，替伊代祷，甚至你也知影讲，至少爱知影，伫你身躯边的迄个兄弟姊妹，伊叫啥物名？啊，伊是啥？安尼好无？即个活动的续集，就爱麻烦大家伫即个新的一档继续来努力试看卖，来完成安尼。好，伫讲道会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透早的时阵会当来到你的殿内底，来透过遮的敬拜、学乐、圣经，也是讲遮的话语，来成全阮生命的帮助。愿主你圣神即时甲阮同在，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伫你的引传启示内底得到利益。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今仔日团队要透过就徛的诗，就是丧行之诗的第一篇，就是诗篇120篇即个过程，来甲大家来分享。团队搁一摆来分享吼，今年的讲道是为着要甲大家来分享，要怎样伫即个世代，咱要成做一个军队耶稣来行正圣的道路的门道。所以顶一摆的讲道先互大家来了解讲，伫即个世代的基督徒，咱所要面对着的挑战是啥物，冲突是啥物。若是咱无想要受到即个世界来引爆的时阵，咱要怎样来爬即个耶和华的山？所以第一步，也就是顶一摆的主题讲的，咱也爱有意识，意识到家己生活伫一个上帝无欢喜、无合上帝心意的即个世界。总是即个意识是无够的，咱阁需要进一步，就是选择来离开即个所在。也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就是悔改背向世界，面向上帝。其实我华语的即个主题叫做“跟世界说不，跟上帝说是”。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讲希望大家会当背向即个世界，面向上帝来走。偷偷甲大家分享，毋知影大家敢有甲我有共款种疗愈的小嗜好，就是伫网络顶悬看人咧整理迄个真垃圾的房间，亲像安尼。伊整理了比安尼，厉害吼！其实吼，你莫看我听我讲道时常咧讲我真爱黑白淡衫吼，其实我是足爱清气的人。我是有洁癖的人，无啦嘛，无洁癖啦。毋过呢，若是咱所住的迄个所在是安尼咧，恁敢住的惯势？恁敢想要赶紧离开迄个所在？若是恁敢会想要赶紧搬离开即个所在，去到即个所在？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的即个诗人，伊就是讲安那，我真正挡袂牢啊！我要离开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充满啥物？邪恶、暴力，也是讲充满即个计算、诡计伫即个内底。迄个所在伫倒？咱会当看到第5节，伊有讲到我真正惨啊！我脚骹伫即个米色，佮脚骹伫咧基达即个中间，即两个所在成做一个关键。米色即个所在伫耶路撒冷的北边，即阵人因称作是北边的即个钢铁战士。是因为因伫即个铜器的兵器内底，因算是迄当时足厉害的技术，所以迄当时的人足惊因呢，因为因伫即个铜器、即个武器的即个技术是真好的。所以伫迄当时，即阵人伊是一阵足野蛮，嘛是暴力的即个民族，甚至伫咧以西结书内底嘛有记载讲，
即个民族专门去侵略别人的国家，然后将人的人民掠过来。歹势，我感冒还袂介好。然后吼，甲遮个人民掠过来了后，将因当作奴隶去卖出去，所以因是一个人口贩子的国家。然后基达，因代表的是南方的一个神射手，就是因是一个用弓箭、弓箭真出名的民族。啊，即个民族吼，其实嘛是真野蛮。啊，伫以赛亚书嘛有记载讲，因是啥物亚弓箭的勇士。即个民族因住伫巴勒斯坦的东南方的一个沙漠的内底，因出名就是因真爱争斗，而且因甲阿瑟无共款的所在是安怎？阿瑟因较有一寡的计谋，也是讲侵略的即种计划。啊，毋过基达毋是，基达就是吼，伊无论欢喜无欢喜，伊拢要甲你拍。吼，反正就是一个真好战的一个民族安尼吼。刷来诗人继续讲。伊讲迄个白贼的喙唇，甲鬼诈的指，就亲像真内的迄个箭，甲罗丁茶的烧炭。伊意思是讲，这一切白贼充满诡计的即个指喙指，也会当讲遮个行为，就亲像勇士的箭，会当紧紧造成人极大的伤害。甚至佫亲像罗天木的即个烧炭，这是啥物意思？即个伫咧迄个沙漠，咱会当看到即丛树仔吼，迄个树仔就是罗天茶的特色，就是讲伊个烧红的迄个炭，若待伫土内底，伊的迄个火会当保持足久的时间，甚至当地有一个传说啦吼，讲迄个炭若待伫土内底。会当待一冬拢阁有温度安尼啦吼，所以咱就会当知影讲，即个茶伊的保持的温度的效果是真好，会当烧足久的。所以伊咧讲的其实是要讲，即个充满罪恶的行为，甚至是讲造成人真大的伤害的即个动作，拢真有可能待伫人的心内真久的时间，无法度得到医治，甚至即个伤害会久伫遐，一直造成伤害。也因为安尼，诗人大声来祈祷讲，啊，我真惨啊！寄卡伫美色，甲即个基达即个布平的中间，咱来思考，即两个民族哦，即个顶悬的米色，你敢有看到？美色吼，顶悬的迄个箭头，好，啊，搁来即个环的箭头叫做基达吼。即两个所在一南一北，为虾米诗人要讲伊住伫中间？其实伊要表达的是讲，一个属于上帝的人，伫世界就亲像安尼，就是受到罪恶、邪恶、暴力来包围伫即中间，所以伊大声呼救上帝，讲求上帝应允伊的祈祷，救伊脱离这一切的邪恶、罪恶的环境。所以这可能会互咱来误会讲，安尼是毋是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脱离即个世界，啊，你著吼搬去一个所在，啊，别人拢无看到，啊，你著家己伫遐祈祷，安尼求上帝甲你同在就好。其实并毋是安尼，基督徒的信仰是爱带着影响咱甲上帝的疼进入到即个世间的。咱若是较详细来看的时阵，咱会着发现讲，诗人伊是有努力的。伫咧第6节的时阵，伊讲安那，伊久甲因怎啊三角徛起哦，因久甲因三角徛起哦。总是当因努力想要甲因分享和平的时阵，煞来得到啥物？因就想要相战啦。所以诗人真意爱和平，总是经过侪的努力，伊最后发现讲，当伊注目伫即个充满邪恶犯罪的世界的时阵，伊就无法度做啥物。也因为安尼，伊发现一件代志，就是当伊单单注心伫上帝的国度内底的时阵，伊看见望得到快乐，也互伊得到真实的平安、和平。然后，迄个国虽然无伫伊的生活内底来实现，总是伫伊内在迄种灵性的生命，迄个世界已经充满上帝国的遮的一切的平安、喜乐、
快乐、毋忘等等的。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可能爱来思考一件代志，就是创伫咱生活中间的白贼话到底是啥物？创伫咱生活中间的白贼话到底是啥物？对我来讲，就是食饱还有快乐减肥，这就是我人生上大的白贼话。好，所以创伫咱心中的迄个白贼话到底是啥物？迄个几杂的话语佫是啥物？开钱就会买到快乐，人拢讲啦，这个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我喜欢的样子了。吼，也是讲啥物？只要我变美，我真水，我缘投就有人爱我。你看生我生了安尼，传道娘嘛是爱到要死，对不对？所以只要我成功，大家就会得到，大家就会对我尊重安尼。也是讲我若趁到这笔钱，大家就会安怎？我就会当真自由、真快乐。也是讲。为着要达到迄个目的，小可讲一寡毋是事实的话，安尼嘛无要紧啦。也是讲白贼话是啥物？是医生伤害我的呢？啊，大家拢安尼做呢？啊，我安尼做哪有要紧？其实有侪咱的生活内底充满即种诡诈的白贼话，有伤侪遮的白贼话，想要将咱留伫美色甲期待。有时阵，咱想要维持即个表面的和平，总是一摆搁一摆所换来的是问题、幽怨搁伫遐，伤害、幽怨一摆搁一摆来出现，来伤害咱。各位兄弟姊妹，你受够了吗？若是安尼，咱敢有愿意做伙来爬耶和华的山？咱敢有愿意带出一个新的改变的一个决定？另外一部分，咱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诗人所讲的话。伊讲：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白贼的喙唇，甲诡诈的指。第一个，咱会受到是啥物？有人用即款的方式安怎攻击即个诗人，对毋对？吼，总是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发现，是毋是诗人嘛？因为久久长长伫遮个人的中间，所以伊嘛渐渐受到罪恶的影响，就亲像咱。渐渐学习要用白贼话来保护家己，无想要互人发现、互人看见迄一面。所以，伊大声求的，毋乃是求上帝帮助伊无阁受到伤害，也是求上帝帮助伊来得到改变，莫做伤害别人的代志。也因为安尼，咱是毋是嘛做伙来审察家己伫过去的日子内底，咱敢有讲出？也是做出伤害别人，直到造成别人身心的伤害，甚至是久长的伤害。也是相时，咱也是受到伤害的人。咱伫即个世界的生活，一定会受到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我想这是无法度避免的。总是咱的心内，若是无一支上帝公义的笑，安尼咱就无法度来分辨啥物是公义，啥物是圣洁的。所以讲到遮，无论是受到伤害的人，也是伤害别人的人，咱到底要怎样做，才会当伫即个互基达甲亚瑟来包围的过程中间，来行出一条新的道路？我想这条道路的开始就是悔改。为什么是悔改？甲悔改到底有啥物关系？其实对我来讲，悔改毋但是对伫家己所犯的即个罪恶感觉真见效，甚至是反悔，更加是带出一个行动。所以悔改内底的改，应该就是一个行动，就是悔改，就是帮助咱悔改过去咱所活伫罪恶的内底受到的影响，总是可能咱无知影迄是啥物款的罪。这个悔改可能是过去咱认为我靠家己的努力，甚至是我靠物质，就会当为家己带来喜乐，甚至是为着咱，我想要我靠家己掌握家己性命的命运。咱所爱悔改的是，咱拥吻这个世界，来影响上帝所创造互咱的这个生命。也因为安尼，今仔日的主题是叫做悔改。背向世界，面向上帝，也就是讲，悔改伊是一个方向，
方向性的一个问题，并毋是讲咱回头转往即个上帝，咱就袂跋倒。总是爱记得，你若要跋倒，你嘛爱跋去上帝迄边，吼。亲像安尼跋倒的时候，你要跋倒的时候，你就倒去上帝迄边，吼。为虾米要安尼？并毋是帮助求上帝帮助咱，就算讲咱跋倒嘛，是跋伫上帝的面前，毋是跋伫撒旦的面前。只要方向对啊，就算讲一路上安尼跌跌撞撞吼，咱拢是伫上帝公义的光的内面。咱的性命悠远伫上帝的手中，咱所受的伤害，上帝会为咱来负责；咱所行的错误，上帝会将伊安那失败、错误转化成做是一个祝福。当咱搁一摆搁一摆的悔改，咱就是一摆搁一摆的选择上帝的国度。只有安尼，咱才会当清楚明白，愈来愈明白，咱有偌尔啊软弱，总是上帝会听偌尔啊有恩典。咱还有法度了解，原来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包括我，包括咱每一个人，咱拢是需要恩典、需要疼痛的人。所以悔改并毋只是犯了罪了后的后悔甲改变，更加是一个愿意离开这个所在的决心甲决定。我想要真实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咧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感觉丢足久的。毋过我想要甲恁真正来分享。伫咧过去少年的时阵，我时常陷落伫网络顶悬无适当的一寡的影片内底。总是我知影这影片对我是侪侪影响，甚至我感觉真得失着上帝，是一个心无圣洁的代志。总是情欲的这个试探，总是引诱我去到罪恶内底，我感觉真痛苦。因为我无想要搁安尼犯罪，我知影这是无好的，这是上帝无介意的代志。有一天，我甲上帝祈祷讲，我受够了，我无想要搁陷落伫即款的罪恶的内底啊。真奇妙的是，当我继续想要来看这个无好的影片的时阵，我心中出现一个无共款的情绪。我想起这个人，因特别是这个女性，因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因是有上帝形象的查某囝。最后是上帝的疼转化我的眼光，帮助我赢过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欲望的试探。我真心要甲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就算讲是牧者，拢甲恁同款是人。无论是牧者、中职同工，甚至是咱兄弟姊妹，咱拢伫生活，咱拢生活伫这个充满罪恶、引诱、试探的这个世界，是撒旦掌管的世界。总是咱嘛有同款的一个身份，就是咱拢是上帝的囝儿。所以只要咱有愿意，只要我们受够了现在在罪恶的这个环境里面，只要咱祈祷，你就会当得到阿爸爸上帝的帮助，伊就会想事互你得到赢过这个世界的困难。伊会带领你一摆一摆地跋倒爬起来，跋倒爬起来过程中间，行往上帝的山，行往伊的怀抱内底。所以结论要来讲的，就是背向世界，面向上帝，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对伫悔改的决定。虽然今仔日讲道可能无介长，总是传道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做伙来思考的，就是伫过去的年日内底，咱敢有为着要避免冲突，维持表面的这个和平，对一寡明显的问题，无论是家己的问题，也是讲别人的问题，咱拢当作无看到，也是讲现在咧影响着咱，从咱陷落伫亚瑟，也是讲基达的这个白菜话到底是啥物？咱透过今仔日经文，搁一摆来思考，咱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可能是一场学校、家庭、人际关系等等的这个环境内底，敢有啥物是抵到互咱陷落伫罪恶内底？咱敢有愿意降服伫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求伊来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这其中的计谋，
罪恶白贼，然后帮助咱有勇气背向世界，面向上帝。也求上帝咱来显明其中存在伫生命内底的遮个白贼话，互咱愿意用圣经的真理来替换这一切无属伫上帝真理价值观的信念。其实这个物件刻出去，像迄个圣经讲赶鬼共款，你这个毋对的价值观你刻出去了后，你要用真理来替换这个心中的填满心中的这个心的这个物件，你较有法度徛在伫真理内底。我知影安尼讲起吼，大家真沉重。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过去我咧读迄个高职的学校吼，迄个高雄的有一个高职的学校吼，迄真正无介好啦吼。我细汉无爱读册吼，迄个我迄当时基测满分312分，吼啊！恁敢知影我满分考我后来考几分？我考122分，吼，无介济啦吼。毋过吼，我考122分哦，我阁会当入去即个学校的精英班哦，我阁摕着奖学金哦，安尼你就知影即间学校我尔普通啦吼。我去吼，我问讲你考几分？伊讲88分啊。我讲你哪会真诶嘛进精英班安尼吼？真正少迄落吼。我咧分享的就是阮班一个流氓的故事啦吼，因为你知影迄个学校无介好嘛吼，所以流氓拢足济嘛吼。阮班有一个流氓吼，拢刀疤安尼，然后阮班都是他造的这样子吼。有一摆吼，阮后来足熟的嘛，拢咧讨论讲，你迄只的刀疤是安怎吼？伊就吼，迄少年人就安尼吼，较早吼伫台北吼是混黑道的，有一摆吼，甲人要相杀的时阵，去到现场发现讲，敲电话人哪会拢无去啊？剩因2个人伫遐，对面一阵人摕西瓜刀安尼。拢对因冲来安尼，伊说无法度就爱冲嘛，对毋对？伊就讲伊里边安尼抬杀进杀出安尼吼，讲了后我大家拢听甲津津有味安尼。有一个同学讲，安尼你借阮看一下迄个身躯的刀疤安尼啦吼，伊就安尼腾起来安尼看，结果发现讲，奇怪，你的刀疤呢拢伫脚趾片啊？伊就静静讲一句话，伊讲。逃跑虽然可耻，但有用。其实吼，根本无啥物走入去抬，好无？伊就走互人约的啦。所以吼，我甲恁讲，即个故事互咱知影一件代志。我用 AI 画的啦吼。面对着即个充满白贼、诡计、邪恶的即个世界，咱有时阵吼，并无需要甲伊硬拄硬啦。咱嘛毋免用世界的即个手段。还是讲你家己的小聪明，想要去回应，面对罪的引诱吼，血气就是邪气吼，会冲突的时阵，咱就会当吼阮班的迄个刀疤老大安尼啦吼，骹底抹油精酸啦，咱就向耶和华的山来走。当咱面对着罪恶，咱选择活当心走向上帝的面前的时阵，伊的光就帮助咱生命的黑暗得到消除啦。所以为着当咱看到这个邪恶充满的时阵，咱来记得，毋免甲伊硬拄的，咱活当心走向上帝迄边，然后对上帝遐重新得到快乐，然后安怎？佮透过即个重新得到的快乐，咱佮爱重新进入到即个世界，真做见证，真做光，真做阳。就亲像我今仔日甲恁分享过去我的黑暗，是要互恁看到讲有一个人透过上帝的疼，得到帮助，得到快乐。所以最后，咱并毋是要离开即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甲即个所在，咱是要将上帝的光、上帝的疼、上帝的真理、伊的荣耀、平安、望、喜乐、和平，透过咱，反正是来影响到咱的家庭。咱的一场，咱任何的关系，咱的生活，就亲像即个囡仔，伊摕到即个火，要行入去黑暗，要重新点到即个世界。所以，真正毋望伫新的一当，咱会当伫即个邪恶的世界活当心，背向世界，走向上帝，对上帝得到一个快乐，得到光明，然后咱搁活当心来改变即个世界。来做这个世界的见证。
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真正感谢你。阮有侪侪的软弱，阮有侪侪得失你犯错的所在。总是嘛，伫遮的软弱中间，阮看见你的恩典教也阮用，阮也看见即个恩典是我尼啊袂堪得，总是你煞是意爱满足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愿主你继续来帮咱所有在座的兄弟姊妹，互阮伫新的年日，当阮愿意背向即个世界，走往你的属天的国度的内底的时阵，你就赏赐圣神，成做阮的气力，帮助阮。就算讲阮的跋倒，就算讲阮的受伤，你拢要一步一步带阮回来到你的面前。你要用你的光、你的疼来充满伊伫阮，透放阮生命，赶除阮心中一切的黑暗，互阮真正伫即个世界，成做一个见证，成做荣耀你的名的囝儿，互阮透过阮的生命，为即个世界成做光，成做盐。愿主大大来祝福所有在座的兄弟姊妹，当阮做即个无简单、无容易的决定的时阵，愿主你的圣神成做阮大大的气力，帮助阮改变阮的生命，改变阮心中的软弱，嘛，互阮看见伫阮心中生活内底所充满这一切的邪恶、罪恶。阮将这一切献上伫你的面前，求主时刻帮咱。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468首，468首，万国万人拢有一摆，万国万人拢有一摆，决心归主是应该，真假善恶时常斗争，到底你我倒一边？阮大目标，中心立志，定力显通也随微。你所拣选，赶紧决定，要点黑暗也光明，请起立来唱全首。
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基督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咱来报告，咱先来读今日的经句，伫周报第2页，请。所以恁着反悔来活长头，互恁的罪会得到擦消，互安乐的日子会对主的面来，使到现在人生就到在。所以恁着反悔来活长头，互恁的罪会得到擦消，互安乐的日子会对主的面来。使徒行传3章19节。即摆咱来看圣工分担。后礼拜领袖是潘美燕长老，司礼是郭金敦执事，司经是骆丽丽姐妹，献诗是信歌队，司献是谢依红执事，张景伦执事，交代是谢英红执事，施彦博弟兄，音控是陈佑珍弟兄、周宏邦弟兄。来看后礼拜聚会内容。拜三的查经祈祷会题目是阳光照耀，经文是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到第4节。书会是曹明祥执事，主理是张景伦执事。第一礼拜经文题目，那大家来看。即摆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
小会公告召开定行的会员互会。本会定伫2月8号要来召开2026年的会员互会。会员名单已经搭伫1楼的公布栏，要请假的兄弟姊妹，请向小会书记黄文宏长老来提出。团契报告完成的，已经搭伫公布栏，请会长、会计、处理甲财务确认了后，爱请名。2025年的会友的奉献已经搭伫1楼的公布栏。第2点，小会公告了这个通过办法修订。那第一个是有关敬老金发放跟同工慰劳办法的第5条，那是为了要支应2026年度的教会建物的设备大修施工，除了设立奉献基金之外，也同步调整敬老金为每位600元。那第二点的 B 小点，修订牧师馆建筑基金管理办法，那这是为了要配合2026年新增30年建物设备大修基金。变更名称为教会建筑及修缮基金管理办法，已纳入牧师馆基金、建筑及修缮基金，必逐条增修内容。那修正这个办法也已经公布在公布栏。第3点是组务组的通知，那本主日礼拜是要来进行这个年尾大摒扫，那邀请这兄弟姊妹一齐来摒扫咱的教会。那教会有举办这个中道等，那请总务组的长老来报。咱今日要大摒扫吼，迄个摒扫迄个分区的所在，咱第7页。你若无分到你的吼，第 B 1，咱 B 1欠人需要帮忙吼。其他无啥物要讲的啦。早起我就看到有人传家己的家私来吼，较顺手吼。总是伫即个所在，总务组提醒大家一样代志。上重要的代志爱注意听哦，上重要的注意安全。以上。咱做要来看第4点，第4点是大在这期42天的马拉松的读经大挑战。大在这期是自这个复活节主日往前推40天。那2026年为2月18号至4月4号，那教育团体组筹办了42天的马拉松读经，邀请大家来挑战。那我们会透过这个手册的经文、祷告、默想、克己、行善等，来感念耶稣的受难。那透过经历上主力量，更新信仰生活，来重新认识自己。那节期中有6个主日，我们教会会设有欢乐补给站，请带手册来集点。全程完赛者备有这个纪念礼物。我们咱来斗阵来看这日期吼。2月1号是报名的日子，2月8号是领取这个手册，2月17号是起早，4月5号是终点，4月12号是颁奖。欢迎大家来1楼来柜台来填写报名表。好，第5点，是要召开这中执会开会的通知吼。后主日2月1号中昼12点半，要伫这个 B1 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出席参与。第6点是恭喜这个2月份寿星，那周报有看这个2月份寿星名单。那祝生日快乐！好，那刚刚那个长老有说要那个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华语礼拜，那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华语堂的弟兄来到我们这一堂礼拜？那请你们站起来，然后让大家来认识。就是没有开，就是有参加华语礼拜，但是今天因为联合礼拜有来参加台语礼拜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在场的？有哈，欢迎站起来，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让台语堂认识一下嘛。好，我们欢迎他哈。
好，补充吼，补充拄则迄个咱讲的迄个读经的挑战吼，搁一届详细说明，毋是咱家己转去找经文，是咱团契教育组会做一本手册，伫手册内底每一工拢有一段经文，所以咱是读迄段经文，咱毋免家己去找经文吼，这是说明，因为顶礼拜有人有对即个部分有无了解，所以牧师这边搁一届说明，伫手册内底。有经文，咱就照着手册经文去读，好，咱即是来看第8页，咱的2月份生日的兄弟的名单吼，请你起立请你们起立，我们要为你们唱生日快乐歌，咱台语唱一届，咱华语唱一届吼，你有吼好，我想说你怎么站着？OK， 第一天2月1号，好，来，咱台语唱一届。咱同心为因来祈祷，咱同心为因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献上感谢，感谢你过去的日子引带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只是叫阮自己要为着2月份生日的兄弟来向你恳求，恳求你看顾保守因，每一个人因的出入有平安，每一位因的身体得到勇健。每一位因的灵内面充满活泼快乐，愿主赐福因，互因享受你所赏赐因一切恩典，互因每一天拢有平安喜乐的同在。过去怎样恩待伊，即时嘛恳求你继续引带因，行伫你为因备办的道路。搁一届献上阮的恳求，阮的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甲因讲生日快乐，请坐，请坐。我们欢迎来新朋友来介绍。平安，平安。今日有2位新朋友，第一位是陈杰明姊妹，他是团斗牛母会的执事，请欢迎。第二位是胡富利弟兄，伊是郑顺英姊妹介绍来咱教会聚会，目前是基督徒无固定的教会，欢迎常常来阮教会聚会。只是咱来互相行平安礼。
请咱犹原徛伫来迎祝福的诗，请咱来唱信诗395首，395首，至信天父愿感谢你。因时煞请课务处来祝祷。至信天父愿感谢你，求你带甲你相见，心内罪恶你面前，对主无悔，家己生前，愿你所仰我名真名，永远心内皆好归期，献出你爱最无无有，因全人人你有地球。完美是双流主属乎，困苦的人所应快乐，星星引带我当行的幸福情。耶个你名，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愿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愿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列倒。礼拜只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